经济部长郭志辉昨讲，可能会去菲律宾，也是日本去热电电厂，未来会用海底电缆线，也是船甲电送回来台湾，引起各界的关心。部长今仔日立法院是搁再强调讲，这只是初步的想法，嘛强调讲会搁甲专家学者来讨论，半冬内会来提出较完整的计划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昨日出席立法院，媒体关注台湾，到底讲有要到日本还是菲律宾去热电电厂？经济部长郭志辉回应，也会经过具体讨论，半度回答挑战尔紧的问题。到立委质询的时，郭志辉表示，去热电电厂只是初步想法，为发言回实的。看到这个讯息，哇，大家好紧张哦。所以我可能我说话不够精准了哈，这一点我很抱歉。那你讲是没这回事了？不是没有这回事，还是只有天方夜谭？确实，我现在在想这个，然后我们来提出让专家继续来讨论，学者继续来研究，那么做这个可行性分析。郭志辉强调，台湾无欠热电，有关到国外去热电电厂的构想，也伫意见交流的阶段，而且专家学者分析可行性，预计半年了后提出完整计划。未来会由台电来做吗？是我国际合作就不一定是由台电来做，因为台电是国营公司啊，国际合作需要更多的弹性。我想这个要请可能不见得台电来帮忙了解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架构，我想这个还不确定。针对到国外去热电电厂有关经费市场，甲倒一种热能，目前拢也在讨论，还未定案。不过国内业者分析，到海外去热电开发成本确实是比台湾较低。租金成本跟开发费有优势啊。菲律宾这个问题还是牵涉到这条海地电的付下去的钱会多少。有业者建议，若要到菲律宾去热电电厂，佮透过船运还是海底电缆，将热电送回台湾，爱做好成本量算，才会当发挥导入经费的上大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